来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。这日读做约以恶约第4条，约就是先讲个好势，像咱讲相约约会，若两边先讲个好，拢爱遵守的代志，咱讲是合约契约。另外，这个约嘛有大概意思，咱讲量基约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约号头，这是较古早的词。号头就是记号飘伫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上飘放送的声。若约号头意思就是暗号、信号。第二个词读做量基约，较早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捌听老一辈讲量基业啊，其实这是音小可走去，原来是读做量基约，嘛有人读做量基约啊，意思就是大概大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团体旅游有自由活动的时间，集合的时间，敢若讲一个量基约。咱这几个人都爱约号头，互相提醒，带队的就免分号头，才袂伤过大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约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